民进党伫这礼拜进行3个县市的初选电话民调，嘉义县的结果在今日公布，由立委蔡一牛代表民进党参选这嘉义县长。来迎暗呢是要来进行台南市长初选民调，由这立委林俊宪和陈登辉来竞争。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也宣布讲，征调南投出席齿科医生温世正挑战要连任的南投县长柯淑华。 民进党立委蔡业余的服务处内面是充满欢呼喊破声，因为党内嘉义县长初选的民调出来，伫甲国民党嘉义县的立委王玉敏当作对手的状况之下，蔡业余以64.8%的支持度大赢对手议员黄英利的38.1%，确定代表民进党选。黄龙利议员呢也提出相当很多一些政见，那这些政见呢，未来我在大选的时候一些政见的一些参考。 我接受了这个选举的结果，未来爱嘉义的心永远不会变。连赢伫初选过后，重点放伫党内的团结。另外，伫国民党的部分人选还未确定，但是党中央表示讲，无排除采取在野合作的方式。嘉义县的部分，对我们国民党来讲，事实上是相对艰困的一个选区哦，还是希望采取在野合作的方式。温世正动算。 民进党持续进行各县市的提名作业，党主席赖清德佮宣布征调南投出席的新北市齿科工会理事长温世正，伫南投县挑战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县长柯淑华。伫南投出世、食南投米的南投囡仔，要回来顾厝啊！拜托大家多多支持。民进党这次提出的这个县长的候选人，蛮让我惊艳的。我们期待一场这个君子之争。另外，民进党初选民调之前，正属注意的台南市，伫14暗时继续请拼，要选的立委林俊宪，佮一摆合体拄伫高雄赢着初选的赖瑞良。另外，陈登辉嘛找王世坚来坐镇车手，伫上尾阶段继续冲。民调若顺利完成，上紧15早起就公布结果，到时就知影是谁来对决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